係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就星期三，今晚歐聯36支隊一齊打嘅。嗱，今晚呢就提供兩場俾大家參考下。一場呢就馬體會對住波杜基靈特。馬體會呢就一定要贏先至有機會進入前8嘅。反觀波杜基林特呢，就已經冇咩機會進入附加賽㗎啦。所以今晚呢，就睇好馬體會健波衫能夠擊敗波杜基林特。另外一場呢，就利華古遜對住維拉利爾，亦都一樣啦。維拉利爾呢，就基本上呢，就冇機會進入附加賽都冇㗎啦。前25啊，利華古遜呢就仲有好大機會贏，有機會進入前24嘅，所以今晚呢就睇好利華古遜主場能夠擊敗維拉利爾。鍾意頻道呢就轉發關注一下訂閱鍾意精選嘅波衫推介呢，就私俾我今晚就到呢度，祝大家好運聽晚就有應該歐霸杯係咪？我唔知道，到時聽晚再見啦，好嘛？今晚祝大家好運好，拜拜。